都唔肥矮。哈哈哈，书记的母校创山高卡架。哈，你有蛮讲？头摆啊，你也山冲过去，这山就冲转来，直接交通最便利。喂，我去看天阳无啊？唔讲嘅下山要5点钟哦。等你哦。山歌冲来闹连连，乡下堂哥来结业。大家好，我是车少林。我係池澤位，少年姐啊，咱老頭擺嘅山歌吼，糖原來唔止好糖，還有交通嘅功能。當然啦，其實人啊，吃到要溜山歌啊，比打天花還要方便呢，還要有人親密哦。故說2、3年嘅任務啊，就要用深入淺出嘅方式，然後大家來講下山歌嘅特色。從今日啦，你嘅主題啊，就要講有關山歌嘅功能和印象。其實也交通，係我對山歌嘅第一印象。對山歌第一印象係乜嘅？山歌就係摘草摘兩三皮喲。正經，講到山歌吼，大家聽咧就會想到呀，就像人講到歌戲啊，你就會想到呀。我心騎白馬走山關，其實咧同樣嘅，然後講山歌嘅內容啊，當豐富，講就講唔完啦。一開始啊，我哋彈一條，然後根本嘅主題有關嘅歌曲，由李文芬為你帶來嘅《落山歌》。明朝西西风啊，一片流。来呀，一片风啊！水到山岗。阿妹呀，來商量啊！少年子，我家糖落山歌，攏係唱嘅摘草摘兩三皮喲，強樣啊！哎呦，其實唔單槍啊，吼，迄落山歌、三太跳啊，基本上啊，三歌子啊、平板嘅音樂啊，都有一定嘅規律。重點係唔通睇一條落山歌，你有嘛感覺啊？感覺哦。係啊，像我逐擺彈一條落山歌，我就當有畫面感呢。唔是唔看嘅歌詞。行走明床西西房，一片明來一片房。注意哦，佢用一隻房詩，表示啊，一面床嘅人一般嘅窮嘅，係無人睡嘅，下來啊，睡到三更思想起，小宅阿妹來商量。一個時節，你咪看到一隻都係4分年紀，一隻青毛盤嘅男人，答案部就睡到嘅房床檔，對愛情
还有婚姻生活嗰種希望，也就係山歌嘅功能，感情嘅抒發。你莫講啊，都當上我叫誒。唔過聽人講啊，就像看天陽樣誒，啲天陽啊做了西來吼，孤枕難眠嗰種感覺。唔啲山兩頭，幾啲山幾頭，聽到歌聲。大家都想要攏佢聊一聊啊，咁樣嘅聊一聊啊，也就有關啊，山歌人一種嘅語言啊功能咯，就係溝通同聯絡。透過歌聲啊，嗬，老想我留對方講嘅消息，都散一片溜到山幾片去。溜啊，繼續唱你下大天花還有賴啊。唔過人哋老祖先他浪漫哦，佢就唱用歌聲啊，就看到對方有討厭哦。故說啊，當年都係個採茶嘅季節啊，你就看當到後生嘅男到個山檔啊，利用歌聲來表示傳達自家嘅愛意。佢真鬧熱咧，嘿，佢撒下來啊，人就夾夾嗬來彈，請一位老彭一春為你帶來嘅山歌男女對唱。桃花開裏，菊花那裏旺？阿哥相愛，身上兩三行。你想來曖昧，形容哪裏真？你想來曖昧，想啊哪裏重？愛爭愛，三相愛愛，叫名哪裏風哪得有？心肝啊，哥你呀用愛我，老妹嘅身上哪有兩三行，白波點紅有嘅樣子，夢想點紅有嘅想啊衝，高張波肉眼將有救命哪裏風哪得有？桃花開裏，菊花哪裏旺？老妹嘅身上有嘅兩三行，老妹落樹洞嘅形容真，老妹一眼神就係想啊衝，愛爭愛兩人交情就係救命風啊得有。愛他們以下勇敢地記得嘅老愛要嘅好東西，在相愛要嘅山間波，阿哥係安愛老愛加對你，愛將波兩面交情可背面的呀得有。